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真欢迎咱搁一摆来到伫读圣册部文字这个节目。每一摆咱通过读台语圣经，也帮助咱，互咱哪学习讲台语，嘛哪对中间敲找着读台语的趣味。所以，逐摆咱有无共款的特别来宾踮伫咱中间。今仔日我要大家来介绍这。佫是另外一位新的特别来宾啊！今仔日特别来宾，伊的名叫做我叫做雅玲。雅玲吼，好啊！雅玲会当甲咱大家小自我介绍一下无？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雅玲。我是对台湾体育学院毕业的。我的专长是人龄甲人师。我真歹甲这两个物件夹做伙，所以体育大学、体育学院毕业，甲人龄人师到底有啥物关系啊？因为我原来咧是迄个国师，专长是国师，后来咧我的老师就讲，恁敢若即个国师咧，甲即个人龄人师会使夹做伙来去试看卖的，嘿。所以一摆是爱几个人，组一个团咧。人龄的话，人数就较济，爱10个人；人师的话，就是2个人。所以2个人嘛会使。嘿，是。OK， 所以有啥物较特别的经验无？较特别的经验就是去大陆，搁去印尼比赛。嘿，伫国外嘛会使看到足济无共国家的人伫遐咧。甲阮做伙人龄人师啦，安尼嘿。我嘛是真歹想象，所以这到底迄分数要安怎拍？分数要安怎拍？因为我无做过评审，所以我毋知影。所以恁有捌得奖过无？第一遍伫咧中国咧比赛的时阵，有摕到金奖。摕到金牌，你爱拍破一个，拍破一个。OK，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，咱看卖无共款的青年人，伊会当带互咱无共款新的材目。我从来毋知影，原来读体育系甲人龄人师是有关系，人龄人师佫会当出国比赛摕金牌呢。所以这就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吼。所以今仔日咱欢迎雅玲踮伫咱中间，伊要甲咱做伙来读台语圣经。今仔日咱的范围要对马可福音第4章，咱要对26节，对26读到41节，对26节读到41节，所以会当请雅玲一段一段来，好无？我会当甲你小解释一下，你就一段一段小停一下，有问题的时阵，我会做一个更正的部分，好无？耶稣阁讲，上帝国亲像人将种子压伫地里。伊暗时去困，日时起来，种子在不芽大长，伊毋知是安怎会安尼。土地自然生产五穀，大生不芽，后来土穗，最后把穗。五穀熟的时，随时用黏粒仔收割。因为收成的时到啦。好，多谢。雅玲的台语袂歹呢，读了真好。有几个所在其实咱无一定真熟悉，因为咱足少讲遮个话啦。不芽大长，经济不芽大长，就是讲发芽的意思啦。不芽大长，先不芽，后来吐穗，最后把穗，然后爱用啥物黏粒啊，甲伊收割。OK， 所以这是咱几个字较少咧使用，会当继续。耶稣问讲：咱要用啥物比评上帝国？要用啥物比喻来说明上帝国？亲像一粒芥菜籽，压落地的时是地上种子中上细粒的，压落去，大长起来。比所有的菜穗搁较大长，发出大枝话，甚至空中的鸟仔，就会当伫
树黄的做寿。上帝国若亲像挂菜籽一样，所以这是既微细的种子吼。不过大长了后，伊会发出大枝花，所以到伫空中的鸟啊，拢会当踮伫树影下面来做寿。继续。耶稣用真侪亲像即款的比喻，对众人宣讲信息，拢照因会明白的甲因讲。伊无用别款的方式，只有用比喻对因讲。不过，干焦甲家己的门徒做伙的时，才逐项甲因说明。哦，这字就歹，咱就歹读啊嘛，就少用到，就是不够简单，甲家己的门徒做伙的时，就耶稣咧讲，只有伊甲门徒做伙的时阵，因才甲因说明，才会譬如吼，所以这个字会记简单。迄日天暗的时，耶稣对门徒讲：“咱过来去迄边看。”门徒就离开群众上船，甲已经伫船顶的耶稣做伙去。有几若只船嘛做伙去。忽然起大风，涌破入船内，船煞雨水淹到尾满。耶稣伫船尾看枕头伫困，门徒甲伊叫醒，讲：“老师，咱得要无命咯，你无要紧哦。”继续。耶稣起来，责备风，搁命令涌，讲：“静落去，停落来。”风点去，湖就静。耶稣对门徒讲：“恁若遐尼惊，恁还无信心是无？”因非常惊吓，讲来讲去，即个是甚物人？连风甲影着顺服。好，多谢雅玲，伊真正读了非常的好啊！一个所在咱小注意到吼，信心。迄个心爱会记你嘴爱合起来吼，所以这敢若几个细节，若是读了顺，其实咱听起来台语就读了介好。我感觉林你的台语真正读了袂歹啊，毋知影你是自细汉就讲台语吗？是，厝内面是讲台语。OK， 无怪，所以伊台语的基础已经算非常的好。所以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我相信吼，要学好台语这部分，其实伫厝内底若是甲是大人拢有咧讲台语，咱的台语基础就会袂歹。啊，读圣经当然咱有当时足少有机会读到台语圣经，毋过只要有练习，基础拍好，咱愈读就会愈得到进步。OK， 咱感谢雅玲今仔日会当甲咱做伙踮伫遮读台语圣经啊。煞接咱嘛继续邀请月亮阿嬷带咱来看马可福音第4章对26节要读到41节的部分。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继续的追踪，嘛愿咱会当继续踮伫读台语顶面通得到进步。感谢大家。马可福音第4章26节，经济中大的譬喻。耶稣佫讲。上帝国亲像人将种子掖伫地里，伊暗时去困，日时起来，种子在布芽大长，伊毋知是安怎会安尼。土地自然生产五穀，大先布芽，后来吐穗，最后把穗。五穀熟的时，随时用念力啊。收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到啦。马可福音4章30节，挂菜籽的譬喻。耶稣问讲：咱要用什么来比评上帝国？要用什么譬喻来说明上帝国亲像一粒挂菜籽，掖伫地的时。是地上种子中上细粒的，
压落去，大长起来，比所有的菜色搁较大长，发出大奇话，甚至空中的鸟仔都会当伫树顶下做寿。耶稣用真侪亲像即款的譬喻，对众人宣讲信息，拢照因话明白的，甲因讲。伊无用别款的方式，只有用譬喻对因讲，不过简单。甲家己的门徒做伙的时，才逐项甲因说明。马可福音第4章35节，耶稣平静风涌。迄日天暗的时，耶稣对门徒讲：“咱过来去迄边看。”门徒就离开群众，上船，甲已经伫船顶的耶稣做伙去。有几若只船嘛做伙去。忽然起大风，涌破入船内，船煞互水淹到尾满。耶稣伫船尾看枕头伫困。门徒甲伊叫醒讲：“老师。”咱底要无命咯，你无要紧咯。耶稣起来，即避风，搁命令涌讲：静落去，定落去，风掂去，湖就静静静。耶稣对门徒讲：恁若遐尼惊，恁还无信心是无？因非常惊吓，讲来讲去，即个是甚物人？连风甲涌都顺服。感谢咱亲爱的观众朋友对咱这个读圣册部文字节目的支持，互咱会当不断透过读圣经来学习台语。每一礼拜，咱邀请无同款的来宾踮伫咱中间。每一个少年人，因的台语程度拢无同款，但是重要的是，我期待会当带因开始学习开嘴讲台语。有可能小可讲袂标准，有可能迄个腔嘛听起来怪怪，但是抱着鼓励的心，我想慢慢来锻炼，一集一集来练习的时阵，咱的台语会愈来愈好。咱的圣经节目，咱也特别摕一本，用这本来做咱的版本，这是现代台语的译本。这个译本踮伫今年度这一年中间才出版，是足侪圣经学者以及牧师用真侪时间来做翻译的工作。我相信这本圣经对咱学习台语会当带来真大的帮助。伊一边是汉字，一边是白话字，所以咱会当两边做伙来三对照来慢慢练习。所以嘛，鼓励咱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若是你也未买这本圣经，我会鼓励你，会当到伫广播社，还是踮伫圣经公会来买一本属伫家己的台语圣经。缀着咱的节目，读马可福音，慢慢来读，咱就会哪来哪得到进步。搁一摆感谢大家对这个节目的支持，因为有咱大家的分享，会当做伙推广台语，互愈来愈侪少年人，也是愈来愈侪后一代开始开嘴讲台语，做伙也对上帝的话得到祝福。感谢大家平安。